定。这个温度将凝固点分子排列变得紧密，温度回到0度以上，冰就开始融化，变回能流动的液态水，形状跟着容器改变。当温度升到100度，这是水的沸点，吸收足够热量后，液体转变成水蒸气。固体分子距离较近，排列规则稳定，液态分子可以滑动，彼此仍保持连接。气体分子距离拉远，移动速度变快，看不见不代表不存在，只是分散在空气中。水不用到100度也会慢慢蒸发，只要表面吸收热量，分子就能离开。0度铁壁结冰，100度铁壁沸腾。温度改变，分子距离改变，固体、液体、气体、三态可以转换，蒸发、凝结、交易，水循环在进行。不随消失，只剩个月不同。冰可以保存食物，降低温度抑制稀缺。高山冰雪融化后，形成河川水源，液态水提供饮用，清洁灌溉与农业，水是生命活动不可缺少的资源。水蒸气上升到高空，遇冷产生凝结作用，形成云以后降雨，雨水流回河。